即届马太红溪崩山湖的水溢出来4个拢是染土，一个无细腻就有可能会掉伫内底，或者救援的行动是愈硬斗。目前还有7个人失联，搜救人员嘛继续咧敲找。嘉峪县特殊队员甲锁拍出去，要来抢救下半身掉伫土壁内。原本伫灾区内底进行测量的人员，不过4颗位土壁一直留起来，无法度挖滚。特殊队先驾伊甲锁绑伫身躯顶。 以免继续沉入烂土内，煞接用附近的茶帮接近，结果个双手挖烂土，把人救出来。整个下半身是麻痹没有知觉，那以及我们的休息医师加急的安全医师来进行整个身体的一个评估。那后来呢，发现他整个循环是没有问题的。我是用飘的、慢慢飘的方式。申请救生衣的台南特殊队员。 继续伫重灾区不走过，找找失联的民众。不过现场烂土软心心，特殊队哪漂浮向前，哪用双手背土，积极找找受困者。我们尝试把泥水舀出来，可是因为范围太大了，当我们舀的时候，旁边的泥水又灌进去了，徒增我们在搜救的一个困难哦。 结束60点钟任务的屏东特殊队，除了成功解救6个查某囡仔在内64人，搜救队强调讲，咱地灾害唯一的特殊性是未来爱加强训练的重点。泥滩地的救援，那这也是我们在消防工作中比较减少去遇到的灾害类型。那这也是未来可能我们在消防特搜需要去再加强训练的一部分。 花莲马太阳溪崩山湖1楼省长江福勇，根据花莲县灾害应变中心资料，目前也有7个人失联，各县市特殊队嘛持续在救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